好啊，OK，，hello，OK，你叫咩名啊，姐姐？我叫咩Rahmawati，可以叫阿弟啊。阿弟，OK，幾多歲啊？而家誒我而家46，46歲，結咗婚係咪啊？誒，哦，我記得啦。佢走咗啦，哦，離婚。佢走咗，哦，你老公係啊，過咗身啊？係啊，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OK，所以你係Vido 真的啊？係啊，哦，OK，OK，好，你有冇小朋友啊，姐姐？有啊，有兩哦，個啊，有一個仔，23歲，等有一個女啊，25歲，嗯，OK，佢咁大個啦，你個仔女都 OK。係咁我見到你之前第一次工作係台灣嘅，2010到2012年都係照顧婆婆同公公，係咪啊，姐姐？係啊，嗯，咁姐姐你同婆婆公公兩個人，所以三個人喺屋企，有冇太太先生喺台灣？冇啊，冇啊。咁先生，婆婆公公健唔健康啊佢？你好啊，哦，佢健康嘅，所以你就負責照顧佢啊，陪佢去新揾啊，係啊，行下啊，去買餸、係啊，覆診咁樣嘅。我都係啊。最哦，佢哋都辛苦啊，照哦顧，哎呀，哦，咁照佢佢顧我，佢識唔識行㗎？佢唔得走路？閒啊，推輪椅，哦，要追輪椅，所以佢哋兩個都唔健康係咪啊？係啊，哦，咁就即係你一個姐姐，有冇其他工人啊？有冇啊？就即係你一個。冇啊，哦，咁你個個我日，要照顧照嗰顧啲嗰啲阿兩個。媽咧開咗啊，嗰啲阿媽開咗啊，公公多生病啊，以前哦，公公生病，哦，OK，咁婆婆健康啲嘅，公公係 stroke 嘅係咪？唔識行嘅，你都要幫手係唔識，公公。哦，咁係啊，煮飯買公公，餸咧？我同婆婆啊一起去哦，啊，公公同婆婆一齊買餸。好，OK，咁你公公你使唔使幫佢沖涼啊，姐姐之前？係啊，幫丈夫我吧，哦，全部都你做嘅，公公，公公係咪唔食肉啊？中風啦。我唔識，什麼都唔識噶，哦，所以中風唔食肉 stroke 係咪啊？係啊，嗯，好，OK。咁姐姐，你追完係台 tulang, 灣？Sorry。dia patah tulang 哦 belakang。哦，OK，OK，好，OK。你追完係台灣，你婚姻你啦。咁你嚟香港2014年到2015年，實質一年嘅係大埔，你照顧兩個小朋友同埋婆婆，係係點係啊。解實質一年嘅姐姐？嗰啲婆婆咧生病啊，佢唔要啦。哦，哦，婆婆嘅意思係唔要姐姐。誒我成日都話我唔要姐姐，我唔要姐姐照顧咁樣啊。哦，咁兩個小朋友咧，我就嘅哦，你照顧你顧，細你照顧佢哋嘅。照顧哦到我，OK OK，咁你係咪同佢哋一齊瞓，或者你自己有間房㗎？喺太埔嗰度。啊，冇啊冇辦法，咁你同邊個瞓覺照顧啊？係嗰啲電視啊，啲冷係廳嗰淡度係咪？係客廳，唔係係你可以講國係，語嘅姐姐。你如果你唔明嘅話，你可以講國語嘅。不過我講廣東話都得，唔好意你思啊，講國語。得唔緊要，唔緊係要，好，OK。咁你係客廳嗰度瞓覺嘅，咁兩個小朋友咧，咁你平時同兩個小朋友你做啲乜嘢㗎？幫佢沖涼，幫嚇，佢做衫，整早餐，做送佢翻學放學咁樣嘅。咁婆婆咧，婆婆健唔健康㗎佢？婆婆經好啊，健康都係啊，，OK。經好。咁咁你走咗嗰陣咧，你婆婆係咪照顧兩個小朋友啊？係啊，有哦，OK。咁買餸煮飯咧，你要去賣餸啊，或者婆婆去賣餸啊，姐姐？嗰啲老闆當老闆太太，係啊，老闆太太唔使唔係啊，翻工嘅。我冇
佢翻工啊，跟住太太同先生去買嘢啊，哦，所我同以日日都太太我太太同先生係啊放工買食買餸嘅。好，係啊，嗯，好，OK。咁最遠係大埔，你翻印尼啦，啊唔使翻印尼嘅要㗎，係咪？係大埔，唔使，OK。到交還，2015年到2017年，照顧一個小朋友1歲，仔仔先生。係太太先生，哦，OK。咁你同小朋友係咪一齊瞓啊？或者你自己有間房㗎，姐姐？都我一直瞓覺啊，同小朋友瞓覺？係啊，哦，1歲嗰個仲飲奶㗎佢？有沒有奶奶？有啊，有㗎，OK。咁你平時都幫佢沖涼啊、飲奶啊，乜都得係啊，你整嘅。嗯，佢未翻學係咪？1歲嗰個未翻學嘅？TK啫，哦，satu tahun 好 setengah，似 OK playgroup 咁樣嘅。好 OK。咁買餸煮飯咧？我買㗎，你同 BB 一齊買餸？係啊，我買餸跟哦，住咧，係啊，好 OK，姐姐，你最遠係土家灣，你係從差環邊度嚟㗎？第三個係邊度？2017年到2023，中沙灣係咪啊？係啊，中沙灣係哦，啦，中沙灣，OK，中沙灣。中沙灣，你呢個係一個老闆嘅喎，呢個做得耐喎，係咪姐姐？6年係嘛？係啊，嗯，你照顧婆婆同公公嘅係咪啊？係啊，公公婆婆佢健唔健康㗎？嗰啲婆婆同公公都去檢學去去啊，跟住慢慢做啊，哦，慢慢做咯。都哦，兩個都，話喂，兩個都要係啊，估佢嘅。係啊，又去買餸一起去，全部都有3個人都，我同婆婆一致同公公都一起去，就一致誒，哦，一有齊去買餸，慢慢行啊，係篤下咁樣嘅，慢慢行，係啊，嗯嗯嗯，咁啊覆診咧，婆婆都覆診都係一中齊，樣都係一起做一起。咁你使唔使幫佢哋沖涼啊？公公要幫，要唔要幫佢啊？嚇，如果中意佢出自沖涼，嗰個唔中意要幫，哦，公公唔想你幫，佢自己沖涼嘅，係唔中意人哋幫佢沖係涼。不過你都要喺側係邊睇住佢啦，費事佢滴親啊、跣親係咪？好，咁婆婆咧，係啊，婆婆好健康啲嘅，佢唔使跟住理佢嘅。哦，唔使咁佢，唔使，咁你點解唔續約啊，姐姐？做咗6年，啊點解你唔 renew？嗰啲咩啊？嗯，我已經老公有叫翻去啦，哦，你嘅老公叫你翻去，哦，咁你而家又要翻香港，係啊，你跟住咧，唔會，我係嗯，係忍呢個月就做啦，哦，OK，所以你老公啱啱過咗身啊，走咗係啊啦，哦，sorry，幾係就多年啊？舊年，誒入年哦，入入年做年，啦，好OK，所以你就真係要你一個人要孭住咁多嘢啦，又要揾錢啊，養你嘅係啊。好，OK，姐姐，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250啊，唔係，你驚唔驚狗？哇誒哇酷，要勁驚。貓勁咧？貓唔唔驚。驚好，OK，姐勁姐，咁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，姐姐？幾多年？你想幾多年喺香港 lupa sih ？No no no no。2023 bosan lah 哦，OK，姐姐你中意10年又得，8年又得，係咪？係啊好，OK，，OK，唔該晒姐姐，唔該你，謝謝你。好，拜拜。